分開咗之後，麥兜開始過緊自己嘅生活，佢努力工作、學習，甚至開始健身。有一日，佢去咗剪頭髮，個髮型師剪完咗之後，就遞咗塊鏡俾佢睇個效果。麥兜就睇自己，皺一皺眉頭就講啦，好似唔係咁好睇喎。髮型師就問啦，點樣唔好睇啊？唔滿意？麥兜就摸一摸個頭，呆咗幾秒，心裏邊諗，總覺得乜乜會話你剪個頭好似大叔咁啊。髮型師就話，咁你想點啊？麥兜就講啦，都已經剪咗啦。髮型師就冇嘢講啦。跟住麥兜望住塊鏡，望住個新髮型，最後嘆咗口氣，算啦，反正佢又唔會再見到。結果麥兜影咗張相擺咗上 Facebook， 冇諗過半個鐘頭之後，默默喺度留言，你剪咗個頭好似大叔咁啊。跟住麥兜望住個留言就忍唔住笑咗出嚟，就心諗你贏咯。